嘈，流動對象誰能捕捉到，急速販賣神的領土。這跳動那音符，誰在變幻裡趕路？視線被那風速消耗，抹去往昔多少枯燥。流浪對象誰能捕捉到，急速販賣神的領土。大家好，我係 Fate。每日早上8點我都會推出一首新歌 ，MV 亦會不定期推出㗎。如果大家喜歡，請記得點讚同埋訂閱。有你哋嘅支持係我創作嘅最大動力。多謝大家收看。